暖气的举手。哇，真省电哦！袂使唔举手啦，安尼人会知咱无开暖气。你也举手了。你也举手。拢无人讲会当开暖气，害阮唔敢开。昨暗我甲面山两个揽做伙困。啊，今仔日下暗爱会记去开暖气啊，吼。莫搁欠啊！哎，莫搁欠。杰森，你嘛无开暖气哦？哎。挂开即摆还在挂。挂得较轻。来遮真趣味啊吼！来到遮，啥物会上趣味？无会小煮的处理的。无会小厝。啊，佫有啥物会上趣味？哦，兄弟姊妹足有疼惜啊！兄弟姊妹足有疼心，佫有啥物会上趣味？树仔足水啊！树仔足水。即讲讲了吼，我还佫要请你回答即个问题。来到遮，啥物会上趣味？啊，我伫遮。这是我今仔日早起伫迄个咱的 cottage 边仔捡到的。先看相片啦，较来看圣经啦，好无？我来到遮吼，得要2冬，交袂2冬的时间，啊我吼拢咧等想要看会着鹿啊，啊想要看会着熊。啊，所以吼，熊啦，熊嘿，所以吼，你若有看到熊吼，甲我报一个哈。一定我讲请等的，我带老婆出来我哋看。嘿，对，甲伊讲吼，小等一个，小等一个哈，阮牧师要看哈。台湾都听有啦。哦，台湾会听有。啊，这是今仔日早起吼，我对阮的卡地一出来，我看到伊伫对面啊，哦，啊暗，但是暗的原因是因为逆光，哦。光线对迄边，嘿，落啊，吼，啊后来我转踅来到伊头前，啊伊就一直甲我看，我甲看伊也甲我看，啊看了伊可能无欢喜就走啊。啊伊咪去后壁即个树仔啊，迄个石头的后壁。牧师，你若甲伊唱歌吼，伊耳啊会安尼。会叮当哦。跳起来。会跳起来，啊会听你一个唱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惊迄落到时，伊无听到，所有人拢听到。啊，伊看到我专门飞去你即个石头后壁，啊，甲我伫遐捉迷藏。我踅过来即边伊就过，啊，我踅过来即边伊就过，嘿，甲我捉迷藏。伊就伫遐咧踅，啊，后来转出来，伊转出来外口。我不敢问呢。不会啊。无啦，鼓励。你找小米的一定不会。安尼我去互点着啊！无怪你无要甲我来。头发抖啊！鼓励哦，鼓励阮拄着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咧食红果，啊，今年红果还未成熟，啊，即只我就拄着，我会啉。安尼哦。安尼我真知影我到底目着啥物教会啊，大家拢厉害。啊，到尾吼，伊就走啊。啊，本来有看到迄个秀珍姐，我咧甲报讲吼，遐有鹿啊，遐有鹿啊，啊，就是即只。好，咱来，这是今仔日早起看到的，啊，拄好咱昨有读到一个经节，哪鹿翕无下水，啊，我咧想吼，伊即毋知是要食草还是要食水吼。伊要食呀。也毋是会补食，伊早起起来毋是草就是水，啊，但是我毋知影食对食。我就是早起时，日头拄出10点以前，伊会来互伊食白而已。
哦 ，very。啊是安那透早起来，毋是要食盐，因为前一暗是淡的，日头还袂晒出来，所以无盐。嘿，伊爱到下午时才有盐通食。一项啦，伊早起有灵修，应该是，啊，这就是我即第二个问题。早暗敢有缘投，透早敢有灵修，咱读到啥物人？早暗读的，甲今仔日早起读的是同一个人哦。啊，你读到啥物人？好来，啊，这本吼摕出来哦。啊，圣经嘛准备好哦。来，我想要甲大家请问吼，早暗你读到的迄篇，啊，甲今仔日早起看到的即篇，你读到啥？啊，你感觉到啥？即个挪亚吼，那阿伊活伫一个啥物款的时代？邪恶的世代，毋是好的啦。吼，啊，若是用咱的主题来讲，即个那阿活着敢有着时？你敢活着有着时？无哦，应该看起来是无啥着时哦，因为伊甲其他的人吼，敢有会当足好做伙。其中有一个困难，吼，就是当初时伫迄阵吼，那阿所徛起的环境是一个检采是一个真犯罪的时代，啊，所以那阿伊甲啥物人同行？甲上帝同行。啊，那阿甲上帝同行，表示讲伊所做的物件、所做的代志，甲当初时的世间人敢有拢总共款？无。啊，那阿为着安尼，受上帝启示，因为上帝看伊是一个义人、好的人，所以互伊一个异象，去做一只船啊，吼，去做一只大船。啊，即只大船去伫海边啊，随时要出门。所以，那阿将即只船毋是起伫海边啊，是起伫山顶。所以，伊搁做一件甲世间人所想的物件无共款的代志。昨吼有听到，阮即边阮岛的时吼，有听到在讲啊，有啥物人捌到一个医生吼？你讲伊是医生吼？捌到一个医生，啊吼，讲因伫因的后园啊吼，嘛放一只船，啊伊住伫 Richmond， 啊 Richmond 是地势较低，哦低于海平面，所以伊可能有准备心讲哦，万一大水苏纳米若来的时吼，因兜后壁有一只船吼。到时就会当浮的吼，亲像那阿共款，啊，迄水敢阴吗咧？所以迄只船还袂用着哟。但是那阿伊去做一只船伫山顶，啊，捌有新闻，也是有一寡报道咧讲即只船进前被吹着。这我毋是讲迄只船就是那阿迄只船哦，吼，这只是一个报道。不要唔通讲啥，你就拢总相信哦。哦，真有足侪物件吼，是咱无一定会当求证，但是我伫遮就是出来甲大家分享，讲即只船伫圣经内底写讲即只船起坐伫亚拉腊山嘛，后来伫亚拉腊山，啊，但是真是伫啥物所在？讲卫星翕了有一个亲像船的形，伫对，伫土耳其，讲伫土耳其。啊，但是到底是毋是？老实讲，我毋知，因为有太侪物件，咱毋知的比咱知影的物件较侪，所以人伫时代的内底保持谦卑，因为咱毋捌的比咱捌的物件较侪，咱吼含一个暖气吼，都毋知影要开安，所以毋免伤骄傲。好，咱今仔日要来读一节的圣经节，这个圣经节记载伫诗篇第1篇，诗篇第1篇，咱诗篇第1篇，咱会当来找哦。
不管你是啥物款的版本吼，手机版的，也是迄落合合本的，哦，啥物话拢会使哦。咱来找诗篇第一篇，诗篇你若是用册的吼，差不多显开就是伫你册中正中间。诗篇第一篇，敢显着啊？嘿，诗篇第一篇，啊，第一篇。我是要读几段？我第一段写几段？哦，1到6吼，第1节到第6节。敢显着啊？有吼。安尼咱做伙来读好无？无共版本的袂要紧。第1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义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再来读一摆哦，啊，咱用看用来看这个字内底的意思哦。第1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有福的人是怎样？昼夜思想神话语的，然后跟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要画一个界限，好，画一个界限。啊，结果是怎样？第3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哇，那是这个有福的人吼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一个树啊栽伫溪水的边啊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啊，我最喜欢再来的这一句，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可是凡他所做的，为什么会顺利？是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是因为他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是因为他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当中，是因为他跟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有所分别，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第4节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啊，嘛是今仔日咱伫这个第2讲有福的人内底一个重要的经节。我要搁转来到谈多啊，咱所问的，咱谈多讲啊，昨天晚上甲今天早上，咱读到什么人？挪亚。挪亚有生在一个很符合上帝心意的时代吗？没有。啊，挪亚他因为跟当时候的时代无啥好啦，啊嘛无啥巴啦。但是伊思想上帝的话，所以后来伊转做一只船，啊，迄只船做好了，去伫倒？去伫山顶。哦，这咱若差不多讲到讲，若是住伫 Richmond 行饮水，啊后壁放一只船，行
惊讲万一若饮水的时吼会当坐，即种的讲法你敢会当接受？会吼，咱有可能嘛安尼做，反正 A 反正哦，啥物人后壁因兜有囥船的？哦，反正问一个，还阁有无？哦，恁住伫山顶，恁已经住伫山顶，毋惊饮水。但是那阿所做的毋是安尼哦，那阿所做的毋是甲船准备伫一个准备要饮水的所在，那阿是甲船起伫山顶，啊是起山顶哦，就足奇怪啊！即声哦去，逐个就甲笑。我毋知影那阿去用笑偌久啦，我无去详细去甲迄个年份查出来。因为迄当时的年份年代吼，也无啥会准啊，吼无啥会准。啊，伫迄个所在，那啊船起好了，哇，开始就互笑，啊笑安怎？若是你会笑那安怎？戆人，安怎戆？山顶哪会饮水？吼，有需要船的，毋是伫山顶。有需要船的是海边，啊，你阁会笑哪啥物？起遮大只，因为即只船哦，毋是要缀因全家，因全家几个？八个。啊，伊起的船会当缀啥？会当缀动物，哦，有清气的7对，无清气的2对是无？我袂记啊。哈？哦，你食落啊？你食落啊？哦，所以哦，伊迄只船哦，毋是干那因兜要大尔呢，伊是要缀挂动物。迄款的意思是啥？那啊的故事哦，不管你相信到啥物程度，迄是一回事。但是咱对即个故事内底来想一寡对咱有帮助的启示，哦，启示。毋是，我毋是咧甲你讲即个代志着安怎哦，吼，一定安怎的，要考古学家去考察哦。我们的圣经不是一本考古学书，我们的圣经也不是一本历史书，所以请你不要完全用考古的角度来看这本圣经，也不要完全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圣经，因为这本圣经是一本信仰的书。所以它在考古上，它在历史上会有出入，哦，它会有出入。所以唔通将这本圣经讲哦，哇，迄个创造论还是病哦，还是迄个人是猴子变来的哦。我无要伫即个中间甲咱争论即个，但是我要通过圣经内底所写的故事，甲咱来分享生活典源的启示。即个那啊，伊起造即个船，毋是干那为着因兜尔，伊还阁要载遮的动物，所以表示讲，伊所要做的，毋是干那为着因全家，伊还阁为着啥？物种物种，或者是生命的延续。啊，伊起即个船，伊阁是会当为着啥物？不是只有为了他的家，他也为了什么？为了世界，为了别人，为了他自己以外的利益。意思就是伊所做的，毋是干那为着伊家己做。当然，咱若对圣经故事内底来看，咱会当发现，伊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这项代志。但是咱咧，咱安怎做？然后，若是甲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即个那啊，伊因为无甲歹人、罪人、甲侮慢人来相干联，所以伊因为安尼思想上帝的话，去做一只船啊，伊的结果就是，互因全家伫即个中间得到拯救。这是有福气的人所做。但是今仔日伫咱的时代，咱今仔日所活的时代，咱要安怎甲歹人、罪人，也是侮慢人的人，要划清界限，敢有遮简单？咱要安怎去定义？今仔日咱若讲，我不跟在监狱里面被判刑的人往来，即句话敢有通？可能加减有通啦。
但是事实上，我嘛要甲咱大家讲，有足侪牧师，伊毋是做教会牧会的牧师，伊是负责伫家甲内底关心遐个咱所讲伫社会内底犯罪的罪人，遐个牧师是咧关心遐个。所以你讲拢莫甲因交参啊！我想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所讲的，毋是要甲咱教这，伊毋是要教讲哦，讲啊，迄个人伊着昨昏也袂晓开小气，迄个人含慢，我甲伊话好清楚。我想圣经毋是要安尼甲咱教，啊，伊嘛毋是讲哦，讲啊，迄个人哦啊。也袂热啊，伫遐穿外套，即个人哦头壳有问题，所以我要甲伊话好清楚。我想嘛毋是安尼，甚至圣经嘛毋是要甲咱教讲哦，讲啊迄个人，哇讲话吼，逐摆拢讲甲互听三句就强要受气，所以啊，我毋爱甲伊做伙，要甲伊切落清气。我想圣经要甲咱讲的嘛毋是安尼，但是事实上，圣经要甲咱讲的，要互咱的启示就是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你爱注意你头壳内底所想的是啥物？你无甲遐歹人做伙假模做歹代志，然后你爱思想上帝迄个，互人得到好快乐甲帮助的话语。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即种物件今仔日伫咱的生活内底要安怎找啊？甲咱分享一张相片，我足爱分享即种相片。咱看到啥？这甲长的树啊，敢有共款？敢有共长？这长应该是蝙蝠啦。长看的迄吼，我毋知是啥，因为收过远啦。这有可能是蝙蝠，可能是玉山蝙蝠。啊，伊生伫倒？岩石。这石头啦，吼，岩石。啊，伊的根吼，咱若较有机会看较清楚的吼，伊即个根啊，其实是摆伫迄个石盘，啊，佮摆甲真快。啊，只不过吼，它的位置在哪里啊？它的位置吼，好像在悬崖边呢，哦，佮落去就摔过安尼，哦，即个边啊，啊，然后要看卖，风对地吹来。风对即边吹来，还是风对即边吹来？还是风对即边吹来，还是对后壁吹来？来，要看卖哦。对即边吹来是1，即边吹来是2，即边吹来是3，啊，对山的后壁吹来是4。1、2、3、4对一个方向。1。好，1个野手。东风吧，应该是东风。2个野手。2是下底吼，啊3个呢？哦，3是即边，3是对即边吹过。3个野手，哦，嘛有人野手吼，你举2摆哦，我有看哦。哦，你拍算要举4摆哦？我这跳呢吼。啊，若是4吼，4就是对后壁的山吹过来，敢有人4个？嘛是有吼。真正举4摆哦！你敢会当解释一下啥？你举4摆？啊，若我摇啦，吼，我拢摇尔啦，我毋敢讲一定是安尼啦。足侪代志，咱毋知的代志吼，比咱知的代志较侪啦。所以大家讲出来吼，互相参考看卖，啊，大家思想看卖，是毋是对咱的生活有帮助？这较重要啦。啊，风对一边吹吼，老实讲无遐重要。那我咧摇啦，风是对这边吹过来，因为吼，因为伊的树啊吼，其实是得要倒落来啊，伊树啊是得要倒落来。啊，若是树啊树干若是斜这样，伊太阳伫顶悬，伊会变啥物形？会变安尼去，啊，全安尼生去对无？好，但是这个树啊，伊的痕迹是往哪边？它长这样，
可是它好像这样长。很多时候是迄个风固定在吹啊，所以可能是对山谷内底吼吹起来的风，啊嘛可能因为安尼，所以这丛树啊，伊徛伫遮，伊无倒落，因为风对下底吹起来。啊，若是风对后壁吹落来吼，拄好先煞甲伊塞落。这是我咧想的。啊，若风势的方向其实拢有可能。拢有可能，所以咱内底嘛有人上介巧的吼，死的拢夹，反正迄落日时吹甲暗时吹无共吼，这嘛有可能。重点就是咱安怎来思考。我所看到的这丛树啊，伊是徛伫迄个悬崖边，这丛树啊挽伫石盘顶，这丛树啊无甲其他的树啊做伙。这丛树啊，知影伊家己咧创啥物？我想这丛树啊，伊有家己的方向，有伊的目标。啊，伊的环境敢有比人较好？有可能无，因为伊毋是掉伫土里。但是，就是因为这丛树啊，伊的环境无比人较好，伊的环境是石头，所以才互伊有够勇的地基，互伊伫遐挽。挽着，伊挽的毋是土，伊挽的是石头。今仔日咱可能会讲啊，我生了无着时，也是亲像昨咱咧讲的迄个柯昭莹，讲啊，我着规世人拢去互国民党糟蹋咧。啊，少年的时做日本兵做3档，做3、4年，啊了全变做国民党的兵，啊过出去，搁去举牌啊。牌啊举会变乌名单，乌名单袂当转来了，人全搁甲注销伊的护照，啊后来变政治披露。但是我毋捌听伊咧埋怨，伊定来阮兜啊，但我毋捌听伊咧埋怨。啊，我拢是迄个创啥的？我拢是迄个甲传小菜，伊若来吼，拢会摕迄个小菜，无啥物青草的，但是就是一寡卤菜啊，来吼，我着甲伊倒出来。啊，迄个物件白白的，啊，伊拢甲阮爸伫遐入比，所以我定听伊伫遐咧讲话。但是我足少听伊咧讲埋怨的话。伊逐摆来吼，伊讲到就是吼，好，我搁来要创啥货？哦，啊，迄个政府要甲我土地用断去哦，我一定要甲保护，有无？咱昨有看到迄段有无？哦，伊最后是讲我要用性命来保护即块土地，哦，就是迄个讲，无爱去用客气，啊，一定爱有人纪念。还阁有一寡牛戇的台湾人吼，伊写的遗言内底有写戆人一世人，吼，毋知咱有看到无吼？戆人一世人，啊，伊想要有人会当有用一寡事件来纪念遐个真功去烧战，去互灭去一个台湾人，迄就是伊一生的目标。啊，当然最后伊用一个宁愿烧尽。不愿朽坏的迄款的心志，然后伫遐来结束伊生。啊，我想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迄个协会一直到今仔日10年啊，超过10年啊，但是对伊自焚了到近10年，迄个协会到今仔搁咧运作，今年嘛庆祝10周年，啊，然后有真侪画展，有真侪的迄个展览，啊，要将遮的物件、遮的人，甚至遮的人的名。会当互人纪念，知影过去伫咱所徛起的台湾岛，捌发生即款的代志。我想柯昭莹所做的，甲咱今仔日伫环岛走岛内底读到的迄个哪啊，嘛有小可共款的代，共款的所在。当然，伫即个中间，咱伊阁读到即个经节，是要甲咱讲，茫照着即个世界的歪理来行。你一定爱有你家己的想法，爱去找着你所徛在的即个石盘。啊，即个石盘，拄起咱伫信仰顶悬讲，这是上帝，这是真理以外。即个石盘伊阁有可能是啥物物件？即个石盘有可能是啥物物件？有一个牧师叫做 Dave， 即个 Dave 啊，伊最近我最近才发现讲，伊有写几本册，
大部分是英文的，啊有一寡已经翻译做中文的。伊伫伊的册内底序言内底伊写啥？伊写讲吼，人际关系不好，政治缺乏，生活就变得空虚和寂寞，感觉自己毫无价值、不安、脆弱和悲伤。你敢有同意？人际关系无好的人吼，伊讲伊会感觉空虚啦，寂寞啦，感觉家己无价值、不安、脆弱、甲悲伤啦。这是即个牧师伫伊的册内底所写的即个。然后伫即个所在，伊佫讲吼，伊佫讲着孤单啊，伊用的原文是用 loneliness。伊用即字吼，孤单。伊讲啥呢？没有人能忍受不被需要、不被渴求、不被注意和不被关怀的感觉。哇！讲到安尼吼，其实你若有注意听吼，你会发现我正讲到遮吼，代志已经咧冲突了吼。我头仔咧讲啥？我头咧讲吼，迄个，咱的圣经内底讲，不做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，无要甲因做伙，爱思想上帝的话语。但是伫遮吼，我全伊佫讲着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敢毋是咱四周的人吗？人际关系敢毋是咧讲咱你真坐伫边仔的人吗？即两个敢有冲突？有可能有，但是今仔日咱要伫即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。怎样伫咱家己头壳的想法内底？以及甲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会当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是啊，我真想要亲像哪阿同款，有迄种的心志讲，哇，世间人拢总犯罪，恁所有人拢听无看无，恁拢毋知影世界发生啥物代志，干那我知，所以我要去做一只船，囥伫山顶。圣经甲咱讲，哪阿就是去用笑嘛，所以咱会当想象哪阿伫迄个时代敢有朋友。安尼哪的人际关系敢好？较有可能好咧。我才无爱甲一个拍打的做朋友的，对，伊甲船去伫山顶的。所以我今仔日讲到遮，即两个物件敢有冲突？看起来是有哦。因为你若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你需要接纳真侪无共款的人的想法、讲法以及做法。但是当咱伊佫想要伫咱的生活顶悬，会当讲我拢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我无甲迄个正晓搁咧穿外套的，也是早暗无咧迄落开暖气的，我无要甲遮个人做伙。安尼我的结果就是变啥？孤独嘛。所以那阿基赫甲因兜拢总8个人伫。